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在新春佳节，弟兄姐妹齐聚一堂，在这里敬拜你。俗话说，天增岁月人增寿，求主教我们不只是增长年岁，让我们的智慧与爱主的心都一起增长。在新的一年开始，我们立定目标，成为荣光之家，成为健康的教会。在教会里彼此激励、带导，学神的话，活出神的样式。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新的一年，成为神所喜悦的孩子。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来唱，真神之爱，在新灵粮诗歌第83首，会众请起立。真神之爱，为了求，我来喜乐，浪潮中心，胜过海洋，看过万神，无法测量，是我犯罪，我的手，圣洁的子，拯救。站立，我们同诵《使徒信经》，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
相通。我信罪的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接下来我们由诗会跟会众一起来念起应文，在诗篇第27章第1节第4至第9节，在旧约圣经的第559页，由我来念白色的经文，然后会众请一起念黄色的经文。请。耶和华是我的光亮，是我的拯救。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耶和华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不要向我掩面。你向来是帮助我的。我们一起。也不要离弃我。公道，我们一起为社会国家的需要祷告。我们为西非国家纳米比亚祷告，让基督信仰能够进入生活中，让国家百姓能够认识基督信仰祷告。我们也为台湾卫理公会北一教区会祷告，安树堂的徐秀荣牧师为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得人。传道同工身心灵健康祷告。我们为台湾行政首长及各级专员祷告，求上帝赐智慧聪明给执政掌权的者，赐福台湾人民。我们为台湾儿童青少年能够受到完善的知识教育及美好的品格教育造就祷告。我们也为台湾第一线防疫工作的医护人员、军警人员祷告，愿神赐他们平安，工作顺利。我们一起用主祷文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正道理，我们接下来请李迪华姐妹为我们攻读今天的经课。今天共读两段经文，第一处是旧约以赛亚书9章1到4节，第二处在新约哥林多前书1章10到18节。旧约以赛亚书9章1到14节，
但那受痛苦的必不再黑暗，必不再见幽暗。从前，上帝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的地被藐视，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你使这国民繁多，增加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好像人分乳物那样的快乐，因为他们所负的重恶和肩头上的杖，并欺压他们的棍，你都已经折断，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第二处经文在新约哥林多前书1章第10节到18节。第10节，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有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因为格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我感谢上帝，除了基利斯布并犹该以外，我并没有给你们一个人施洗，免得有人说你们是奉我的名受洗。我也给斯提法那家施过洗，此外给别人施洗没有，却记不清。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死，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18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上帝的大能。以上是上帝的话。接下来读经，由我来攻读马太福音4章12至23节。马太福音4章12到23节，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后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就住在那里。那地方靠海，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2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教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2人，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的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比泰在船上捕网。耶稣就招呼他们，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以上是神的话。今天很高兴在大年初一的大年初一这一天大家来这边一起聚会。接下来我们请诗班唱一首非常应景的一首过年诗歌，我们请诗班，谢谢。
谢谢诗班的诗歌，愿这首诗歌成为我们大年初一的第一个祝福。接下来我们请本堂的蔡文牧师为我们证道，证道题目是成为黑暗中的光。我们请蔡牧师。弟兄姐妹平安，新春恭喜，新年快乐！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一年当中，我们能够新的开始。那因为今天也是大年初一，今仔是正月初一，所以咱台语堂甲国语堂的兄弟姊妹会当伫遮做伙来敬拜上帝。我们能够一起来敬拜上帝是何等美好的事！今天也有台语堂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当中。所以，如果可以的话，请跟你的左右的两边的那个弟兄姐妹跟他问候一下，恭喜新年快乐恭喜恭喜，新年快乐！也可以用台语说也许你旁边的现在你边是台语堂的兄弟姊妹，也许你旁边是台语堂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跟他们互道恭喜好，感谢上帝，让我们可以在大年初一的时候一起来敬拜。特别刚刚这一首诗歌。是传统的台语教会在新年的时候会一起唱的诗歌，所以我们今天的国语诗班也跟台语的诗班一起来这边的献诗。这个是也许是在我们荣光堂设立在这个地方的时候的第一次这样的去做，让我们的教会的诗班，不管是华语堂或是台语堂的诗班，我们都能够合一在基督的里面唱同一首诗歌。而且如果各位有注意到的话，今天我们所有的口罩都换成红色的，为什么？因为要让大家知道我们是合一的教会当然不是说你现在戴的不同颜色就不是，并不是这样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们在1楼的招待的地方，我们也会有红色的口罩。我们希望我们在这一年当中，我们能够带来这样的一个喜气，教会是合一的。那虽然我们也许也不一定有一样的口罩，像我们今天进来的时候。进场的时候，我们今天没有穿丝袍，穿丝袍好像看起来是统一，对不对？但是我们虽然穿不同颜色的衣服，但是我们是合一的。我们在基督里是合一的，咱伫基督的内面是合一的。不管咱是用什么款的讲话，用什么款的语言，都是合一伫基督的内面。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开始，基督徒能够合一在基督的里面。我们教会里面首先成为合一的开始，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好，开始前一样跟大家分享一个笑话跟故事不晓得大家在过年的当中大家的年夜饭或者是你的吃饭你是怎么样去吃的？那你会感受到些什么？很多人会觉得说每天都吃一样的东西，所以会想要换一点别的东西。有一个男生他问他的女朋友说：“你今天想吃什么？”这个女生说：“随便。”好，然后这个男生就跟他讲说：“好，那我们去吃肯德基好吗？”不行，肯德基太油了，不要。那我们去吃面好不好？不要，阳春面太淡了，不要。好，那我们去吃火锅可以吗？不要。那你到底要什么？随便啦，随便。各位，那个随便是什么？千万不要以为是随便哦。有一个餐厅真的叫随便庆菜，好不好？这个餐厅叫庆菜，我不是要为他打广告，不是。真的有餐厅叫庆菜，但是呢，请弟兄姐妹要知道哦，如果我们随便的话，就是把选择的权利交给别人了。所以，让我们可以常常学习，我可以表达我的意见，我可以说出我的想法，我想要什么，但是不要让别人猜因为没有办法，所有的人都可以猜得到你要想的是什么。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新的一年有新的开始，有新的盼望，有新的一个跟随上帝的道路的这样的方向，不要庆菜其他事情也许你可以庆菜，但是信仰的路不要庆菜，要真的走在真实的路上。愿上帝帮助我们。好，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那也许你今天没有带圣经，没有关系，你的这个椅子前面有圣经我们举起圣经，或是举起你的手机，但是不要放在 LINE 上面，也不要放在那个游戏区上面我们拿起圣经来，用我们的圣经来祷告。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我们一起念经。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期待我们新的一年，我们还是一样
我们拿自己的圣经。那当然刚刚讲了，也许你的圣经在手机里面也没有关系，但是请记得，我们拿自己的圣经来做礼拜，然后公用圣经留给谁？留给第一次或者是没有带圣经来的弟兄姐妹，让他们有机会可以翻圣经。因为我们现在3C 产品太丰富了，所以让我们少了机会去翻圣经的机会。期待我们在做礼拜的时候，至少我们要知道，这个经文在哪里，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我要翻到哪个地方去。所以我们的成人主日学，还有我们的儿童主日学，或是我们的小组里面，让我们也常常学习打开圣经，读上帝的话，让上帝的话进入我们的心中。好，那今天是大年初一，也祝福大家出也蒙福，入也蒙福，让我们每天都福杯满溢。昨天我看了一个影片，它是特别介绍这个华人的这个春联的习俗，跟犹太人的这个逾越节是很相近的。当然我们没有证据直接证明说这两个是一样的，但是至少有部分是相通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年初一这个是我们华人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咱真爱过年，过年是一个真重要的代志，在咱的文化的里面。所以我们在文化的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内容在这里面，但是我们怎么样去转化这一个文化，去成为属于在教会里面基督教信仰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文化？所以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会有一个困扰，就是过年的时候，也许我们有很多的文化习俗，我们有很多的事情跟华人的文化圈，还有跟这个我们的信仰似乎有一些的抵触，但是我们期待透过我们的一个转化，让过年不再成为是我们的隔阂，不再是成为我们跟家人或是跟其他人的隔阂，期待我们的过年能够成为一个合一跟和好在家庭的里面。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家庭里面，不是我们好像这个好像以为这个是那个习俗，或是这个民间信仰的习惯，所以我们就不去碰它。有一些好东西是我们可以去互相的去学习的，包括我们可以讲一些圣经的话去祝福别人，吉利的话去祝福别人，因为过年也都是要讲吉祥话来去祝福别人的。或者是我们可以透过红包里面可以放上帝的话语，然后给我们的后辈晚辈，让他们可以有机会能够听到福音，能够认识福音，能够晓得上帝的话。其实各位知道，现在过年的味道已经有点淡了，我们渐渐的把一些利益关系放在这个过年的里面很多人这个就想到这个要跟这个长辈拜年的时候，就是要讨红包。但是事实上，我们并不晓得说，其实这样的一个拜年是指互相的祝福，是指互相的能够彼此的能够说出祝福的话，能够来彼此来帮助。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基督徒转化这个文化进到社会的里面，把它回到正常的状况里，不是只是为了讨红包。我们的孩子要跟长辈来行礼鞠躬、互道恭喜的时候，不是为了要长辈的红包，而是我真心的要来祝福我的长辈。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文化能够回到那个正常跟正确的状态里面。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文化当中带来一些的改变。愿上帝来祝福。好，我们今天看的经文在什么样的地方？在马太福音里面。为什么我们在大年初一要特别用马太福音来做今天的主轴？因为今年的教会年历是马太年。马太年，当然我们就是以马太福音作为主轴来读圣经里面有关耶稣的生平。在这一年当中，我们怎么样照着耶稣的生命能够来生活，能够来走在真道当中，学习基督的样式。好，所以我们就要先来知道马太福音这一卷书的内容。那马太是谁？各位如果看圣经里面的话，其实马太他的原来的名字叫做利未。这个利未他是做什么样工作的？他是一个税吏。马太在路边做收税的税吏的时候，他名字叫做利未。耶稣从他的身边经过的时候，呼召了马太，呼召那个利未，告诉他说：“来跟从我。”所以这个利未他要放弃他的工作，他要放弃他的身份，他要放弃他的职务，要来跟随耶稣，这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可以月入10几万，然后突然间有一天耶稣来告诉你说你要成为传道人了，你能够接受这样的事实吗？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够接受这样的事实，因为至少我知道
在我要去读神学院的那一年，我老妈还是不同意的。我老妈说什么？我把你养这么大，你居然要去当传道人？你知道当传道人是多辛苦的一件事吗？好，那你就可以知道为什么很多人不喜欢当传道人，因为很多人都喜欢什么？钱多事少，然后离家近的地方，对不对？然后当传道人，特别卫理公会的传道人要做什么？要接受调派，所以你可能要去什么地方？我今天我的老家在台南，但是我有可能要被调派到台北，或甚至包括去屏东，或甚至包括外岛都有可能。所以你要当传道人，你要放下这一切的东西，你要数算一下，是不是你真的可以放弃这个？可是各位如果知道马太他的原来的名字叫做利未的话，那就更有趣了。各位知道利未是谁知道吗？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族长叫做雅各，有一个真有名的族长叫做雅各，他生12个囝，他生了12个孩子，12个孩子里面有一个叫做利未。好，那后来利未这一族的人在做什么知道吗？做祭司，在教会里面，在圣殿里面敬拜上帝的。可是他跑去做什么？他跑去收税啊！本来你应该是服侍上帝的，但是结果现在你要服侍的是这个世上的君王，而且要去帮君王收税的。对这个马太来说，他本来应该是要在教会里面服侍，他本来应该是要在圣殿里面服侍的，但是他现在却成为一个收税的人，成为一个公务员。那怎么办？我要不要继续做下去？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人生会卡到一些关，就是我要不要继续在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我人生的目的跟目标在什么样的地方？马太选择做了一件事情，是回到他生命的呼召的里面，回到他生命里面上帝给他的呼召，你要成为祭司，成为众人的祝福。这个是上帝对利未对马太的心意。如果这个马太他在工作上面快乐，那当然也许他就不愿意跟随耶稣了。或许他真的有这样的挣扎跟考虑，所以他决定放下这个睡桌子，然后愿意去跟随耶稣。好，所以我们看马太福音，其实马太福音，我们说福音书有4卷福音书，4卷福音书对耶稣的描写是不一样的。马太福音对耶稣的描写是用君王的角度来描写耶稣，马可福音是用仆人的角度来描写耶稣，路加福音是用人子的角度来描写耶稣，最后的这一卷约翰福音是用神子的角度来描写耶稣。所以每一卷的福音书事实上内容是不一样的，但是马太福音透过耶稣的描写，用君王的角度来描写耶稣，告诉当时的犹太人说，这是犹太人的王，就是上帝所应许的，这是我们的王，上帝所应许的弥赛亚就是耶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你会看到有很多君王的宣告，你会看到有很多的指导教导，这些都是君王的一个态度，包括一个判断，或者是包括审判，这些都是君王的一个角度来看这一件事情。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在今年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如果有机会，我们愿意把马太福音当作今年读经的主轴的时候，你会发现用君王的角度来看耶稣，耶稣是荣耀的君王，他所说的就成就，他所说的就是命令，他所说的就是律法。所以基督徒不是守律法，但是我们有新的律法在我们的心里，就是耶稣基督的话在我们的心中。所以基督有3重的身份，如果各位看圣经里面的话，其实基督的身份有3重。通常我们说弥赛亚这个身份是受膏者的意思，受膏者表示他要成为这个身份，他必须要接受膏油之后，才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身份跟角色。不晓得各位喜不喜欢看武侠小说？我蛮喜欢看武侠小说的。各位知道那个金庸在写武侠小说的时候，你知道那个丐帮的帮主啊，要上任的时候，你知道要做什么事情，知道吗？每一个乞丐要对他的丐帮帮主要怎么吐一口口水，吐一口口水在他的身上，那意思是什么？其实就是膏抹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意思是什么？你要成为那个角色，成为领袖的角色，你需要被膏抹，你需要被认定、被认可的。所以耶稣成为一个弥赛亚，他成为这样的一个救主，他的身份是有3重的。他的第一个身份是
这个先知的身份，他是一个指导者、一个教导者、一个导正人的这样的一个先知，让人知道上帝的命令，并且能够去说出预言，知道说人的需要是什么。第二个身份是祭司的身份，他能够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把上帝的祝福带到人的里面来。所以他有先知的身份，有祭司的身份，但是我们常常忘记他也有君王的身份。他是王，他是掌管一切万有的。所以当耶稣基督我们说他是主，他是王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去思考一件事情，就是我有没有把我的生命交在我的君王的手中？我的王是谁？我的王是哪一位？我的王是世界，还是我自己，还是耶稣基督？如果我们的王常常是用世界观或是用世界的方式来做，那么我的王就是世界。如果我们常常是靠着自己来做判断的，那么王可能就是自己。但是如果基督徒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主的时候，你就要把这个王看作他是我的唯一，他是我的判准，他是我唯一的准绳。所以耶稣基督的三重的身份，他是先知，他是祭司，他同时又是一个君王。好，要请大家看一下，有一个地方就是刚刚我们在读经的地方，有一个地方提到，这个地方叫做加百农。各位如果有机会看到这个图片的话，加百农就在这个加利利湖的旁边的地方。加百农也是谁的故乡，知道吗？加百农是彼得还有雅各、约翰他们在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是什么？是一个靠湖边的地方，当然他们说是海，这个地方叫加利利海。那其实它是一个很大片的湖泊，在湖泊的旁边其实有很多的渔村。彼得、雅各、约翰他们都是同一村的人，他们都是以捕鱼为生的。好，所以加利利海、加利利湖其实有很多的生物活在这个地方。下面流下来的那一段的河流就是叫做约旦河。约旦河再往下走，其实就是一个很有名的地方，现在很多人喜欢去观光的那个地方叫做死海。所以很多人喜欢去买那个死海泥，知道吗？买那个死海泥来回家，然后来涂脸，或者是来做化妆品。很多人喜欢那个死海，但是其实死海没有生物，死海是一片死寂的，所以叫死海。哪个地方有生物？加利利湖有生物。所以加利利湖里面有很多的鱼类，是可以让渔夫去打鱼的。所以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耶稣的门徒里面，彼得、雅各、约翰他们都是打鱼的，他们都在这个地方来生活。但是各位可能不晓得，在这个地方还有另外一个特色，就是在这个地方外国人特别多。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里面有一段的话是以赛亚书里面的原文，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9章1到2节。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一段的圣经我们一起念这段圣经，一起念来。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上帝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以赛亚到底写这段书是为了什么？他写的意义是什么？各位如果知道的话，以赛亚的时代里面有一个国家被吞灭了，他们的血亲的国家，这个国家叫做北国以色列。以色列那时候被亚述人统治了，被侵吞了之后，亚述人用很多的移民，用很多的这些的殖民的方式，然后让很多的外族人就进到北国以色列的这一块的领域里面去。所以在当时住在那个地方的人，其实他们都带着非常的绝望的状态。为什么？因为他们不再能够信仰自己的上帝，他们的身边有很多很多的外族人，他们有很多很多的跟他们不一样的肤色、发型，跟他不一样的这样的文化的人，在这个区域的里面。所以甚至包括到新约的时候，各位知道有一种人是犹太人最不喜欢的，这种人叫做撒玛利亚人，知道吗？撒玛利亚人他们就是混血的民族，他们在北国的地方混了血，所以在
撒玛利亚这个地区里面是混血的以色列人，那其他地方还有其他的外族人，所以对住在那个地方的以色列人来说，纯种的以色列人来说，这是一个死寂的地方，是一个没有盼望的地方，是一个没有光的地方，因为我们不能在那里很自由的敬拜上帝。所以各位如果有这个概念的时候，你就知道说，那时候的人为什么他们觉得那个地方叫做黑暗之地，因为那个地方没有上帝的话，没有上帝的光在那个地方，没有上帝的这个信仰在那个地方，所以那个地方是痛苦不堪的，那个地方是幽暗的。然而耶稣在工作的时候，耶稣在世上服侍跟工作的时候，他最先在的地方就是在这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1章9节怎么样来描写耶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约翰福音1章9节，我们一起念来。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来，他是真光，他不是只要拯救以色列人，他不是只要拯救犹太人，他连这些跟这些以色列人、跟这些犹太人一起居住的这些外族人、外邦人，耶稣也要拯救。因为耶稣是世界的真光，他不是只有照亮以色列人，他是照亮全地的。耶稣是真光，所以在这一个混杂的地区里面，在这个外族人跟犹太人、以色列人跟外族人混杂的地方，要有光照进来，在这个地方，在混乱的地方要有光进到世界，要有光进来到世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所以耶稣在那里开头的讲道的时候，他就宣告一件事情。各位如果看圣经的话，其实那个时候第一个讲这个福音的人已经被抓走了，那个人叫做施洗约翰。我们来看一下耶稣一样讲这个信息。我们来看一下17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17节，一起念来。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传道的时候，他的前辈已经在那里说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结果被官府抓去了，被这个希律王抓去了，关起来。但是耶稣仍然在那里继续的宣告什么？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的宣告代表什么意思？耶稣的宣告不是说你们要悔改，所以才能够进入天国，不是的。他的讲法是反过来，因为天国来了，所以我们需要悔改在上帝面前，所以我们要领受天国，就要先用悔改在上帝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华人的文化，过年文化跟以色列人比较不一样。各位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在元旦1月1号的时候，他们的过年跟我们大概相差大概1个月，所以下个月或者是下个月的时候，2、3月的时候才是他们过年的时候。但是他们过年的时候，他们不是像我们过年的时候吃喝快乐，我们在这边有这个很高兴的时间，并不是这样。以色列人的元旦1月1号，他们做的事情是悔改在上帝的面前，他们要悔改在上帝的面前，重新有新的开始，然后来领受上帝的祝福，以至于这一年能够按照上帝的话去行。所以他们在元月的开始是用悔改做开始的。最高潮的一个欢庆的时候在什么时候？在过逾越节的时候。所以正月15号过逾越节的时候才是他们的一个欢庆的时候。1月1号反而是他们是在过悔改的日子，以至于他们要去做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新的一年，这个新的开始，我们要以悔改开始，做新的一个更新之后，我们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所以这个跟我们华人的文化稍微不一样。但是耶稣给我们这个提醒，叫做天国近了，我们需要悔改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要领受祝福，要先悔改在上帝的面前，才能领受祝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怎么样去做一个悔改在上帝面前，预备领受祝福的时候，让我们先以悔改做开始，以至于我们可以在这一年当中来成为领受祝福的时候。所以耶稣说天国近了，它其实是一个革命。那个革命是什么？不是要去推翻政府，不是要去推翻你的政治生活体制，并不是这样，而是要更新你的生命，让你的生命成为一个改变。在这一年当中，你的生命要成为改变。在这一年开始的时候，你要成为有新的改变的人。
特别对我们卫理会来说，这个是一个更是我们需要去看到的事情。各位如果有印象的话，在3个礼拜前，我们有立约礼拜，1月1号刚好也是主日的时候，也是元旦的时候，我们有立约礼拜。立约礼拜就是我们重新跟上帝立约，有新的开始。那个开始就是我们撇下过去的我们的这些的状况，或是我们的羞辱，我们所有的这些的不足，我们的做不到的事情，重新的悔改来到上帝面前，以至于我们能够重新的领受祝福在这当中。所以基督徒的改变悔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必要的，而且是必然的。所以千万不要觉得悔改好像是在给我们自己丢脸，好像觉得我做错事情。悔改对基督徒来说是一个正常的生命形态，我们每一天都需要过悔改的生命，以至于我们可以重新的来领受上帝的祝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有时候常常在听道的时候，都会做一件事情，就是帮别人听讲道。各位知道吗？什么叫帮别人听讲道？有一次有一个弟兄跟我讲，他说：“牧师啊，你今天的讲道很好，应该某某人要来听。”听得懂意思吗？某某人应该要来听这一篇讲道，因为这一篇讲道对他是最有帮助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听讲道不是要帮别人听的，听讲道是给谁听？自己。不要盼望去改变别人，要去什么？要从我们的心开始改变。千万不要去试图要去改变别人，你会发现你改变不了的。唯有改变谁？改变我们自己。所以这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需要怎么样去过一个得胜的生活？需要怎么样去学习效法耶稣的样式？我们来看一下，耶稣不是只有停在那个地方而已，他还要做一件事情，他要招收门徒。这些门徒要跟他做一样的事，以至于那个改变的速度才会快，才会有效率。所以我们来看一下19节跟20节的地方，我们来念一下19、20节，一起念来。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很奇怪，耶稣常常要求别人放弃自己的工作，然后要来跟随他。但是呢，牧师要先跟大家说明清楚，不是叫你要放弃你现在的工作，千万不要误会了。耶稣当时呼召这些门徒有用意的，为什么？因为对他们来说，生命当中你的最重要的事情要摆在什么样的地方？跟随耶稣，意思就是要学习成为耶稣的门徒，学习耶稣的样式，学习耶稣怎么样来生活。所以门徒第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学习跟效法他的老师。学习效法老师的意思，就是我要学习效法耶稣的样式。耶稣怎么说，耶稣怎么做，耶稣怎么去行。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工作环境，在什么样的状况里面，耶稣怎么做，怎么说，怎么行，这是我们需要先去知道的。所以耶稣对这些的门徒的第一个挑战，就是要来跟从我，意思就是你要专心的来学习我的样式。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耶稣来了不是要来服侍人，不是要来被人服侍的，而是要去服侍人的。耶稣来是要能够为世人死的，他不是要来带来一群的这个引起世人的崇拜。耶稣来，他不是要一群粉丝，耶稣来要一群的愿意跟随他的门徒。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爱耶稣，我们嘴巴里面说我们爱耶稣，我们愿不愿意跟随耶稣的脚中去行？当耶稣这样做的时候，我会不会像耶稣这样去做？当耶稣这样说的时候，我能不能像耶稣一样去说？当耶稣这样行的时候，我能不能像耶稣一样去行？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世代里面有很多人活在黑暗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实际上的案例。我不会讲名字，但是我相信各位应该有知道，我们现在忧郁症的患者，不单是只有在没有信主的人当中，其实在基督徒里面也有很多。我曾经带过一个国中老师，他是一个人生胜利组，他结了婚，他也还很年轻，才40岁左右，然后他得了忧郁症。你知道他得忧郁症的时候，他最喜欢做什么事情？他躲在那个阳台的角落的地方，然后都不开灯。你可以想象一个老师，居然他得了忧郁症，然后他躲在那个角落里面，然后他在那边发抖，很害怕。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害怕什么。那时候他的太太找我去帮助他的先生的时候，因为他躲在
阳台的墙角的地方，所以我就陪他在那个阳台的墙角的地方，我陪他坐了1个小时。我们没有讲话，他在那边瑟瑟发抖，我也坐在那边等着他。后来我们的第一句话，也许他已经信任我了。他的第一句话跟我讲的是：“牧师，我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你没有告诉我你是发生了什么事。后来那一天，我将近花了3个小时的时间在这一个年轻人的身上。他是人生的胜利组，但是他在黑暗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有很多人在黑暗里，然而我们愿不愿意成为那个带着光的人，进去黑暗的里面，把这样的人带出来？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唱过有一首诗歌，以前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有唱过有一首诗歌是这样唱的：我们是一根小小的蜡烛，我们只是一根小蜡烛，要紧的是它显出来的光，个体的生命只是宇宙间的小点，是它所点燃出来的光芒，只要自己发亮，不愁这世界没有光，每一颗瞬息真实都是永恒的。我的主更需要你永恒的光芒。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一根小蜡烛，神才是光，但是能不能借着我们去发光，让那些在黑暗死荫当中的人可以得见光？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耶稣除了召集门徒，他还做什么？他还要带这些门徒去做事，做什么事情？我们来看一下23节，我们一起念一下23节，一起念来。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只有耶稣这样做哦，是他的门徒也要跟着他这样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学习效法耶稣的人，我们也要这样做。你说我不是医生，我不是一个会讲道的人，我不是一个很会做什么样服事的人，但是你可以为别人祷告，你可以为在困境跟患难中的人祷告，你可以为那个在黑暗死荫之地的人祷告，让他可以从黑暗当中进入光明的里面。所以教会不是只有等在这个地方让人进到里面，而是教会怎么样出去让人可以领受到福音。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代表教会，我们每一个人都代表荣光堂。今天你出去服事的地方，那个就是你服事上帝的地方，那个就是你让人看到教会，让人看到真光的地方。你在你的工作职场里面，你有没有让人看到光？你在你的家庭里面有没有让人看到光？你在你的人际关系人脉当中有没有让人看到光？在这里面有光发现照耀他们。愿上帝帮助我们，教会不是要办很多的活动，而是要让人能够认识上帝。所以进入神的里面，不单是我们要邀请耶稣进到我们的生命里，而是耶稣邀请我们进入他的生命里面，让我们可以学习效法耶稣的样式，来进入耶稣的生命里面。所以愿上帝带领我们，福音使我们走过这个一些的状况，让我们可以来到光明的当中，并且能够把人也带进光明的里面，使人也得见光。所以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几个信息。第一个，耶稣真光带给世界有真正的盼望。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世界没有盼望的时候，耶稣是我们的盼望。耶稣是罪人的朋友，耶稣不会排斥任何的人，耶稣是接纳人的，耶稣是罪人的朋友。愿上帝帮助我们。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常常提到上帝是我们的牧者，耶稣是我们的牧者，或是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他与我们同在，安慰我们。他同时也是这个世界的人需要的牧者，这个世界需要有位牧者来帮助安慰他们，鼓励他们。我们代替耶稣来做这样的事情，跟着耶稣一起做这些事情，医治各样的病症，使人能够得到医治。唯有耶稣才能够真正满足人的需要。当世人正在寻找各样盼望的时候，唯有耶稣才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第二个，耶稣引导我们成为一个门徒，我们被耶稣的光引导，耶稣真光引导我们成为一个门徒。
上帝要的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上帝要的是一个真诚、愿意悔改的人。所以刚刚提到了，耶稣不是要粉丝，耶稣不是要一个很多人的跟随的那样的团体，耶稣要的是一个真正的愿意跟着他、照着他的话语去行的人。所以不是只有外表像基督徒不是只有外表像基督徒，不是只有带着圣经、带一本圣经出去，人家说你是基督徒，不是这样，而是你的生命要像耶稣基督一样，要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上帝常常用不完美的人去做完美的事情，所以千万不要小看自己。你的工作职场、你的家庭生活、你的人际关系圈里面，上帝都可以使用你成为众人的祝福。最后，我要求上帝帮助我们，耶稣真光在我们的里面显出那样的荣光，让我们靠着圣灵的能力，使我们继续来为主发光，在新的一年当中。所以教会里面需要更多注意的事情是什么？是基督徒的品格跟生命，使我们能够有好的品格跟生命，才能够在社会当中能够发光。不要去怨叹世界没有光，因为我们没有进入世界。基督徒应该是成为世界的光，效法耶稣成为世界的光，进入这个世界的。所以最重要的，并不是要每天要做每个礼拜天做礼拜，而是让我们能够在真正的战场，就是我们的生活跟生命里面，活出基督的样式。好，最后要给大家的祝福就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所爱的义人啊，我们要来祝福我们的这一年，让我们的这一年能够为主发光，不管在任何的地方，像主一样发光，在天上普照在地上，让地上也有光，让我们能够见证神的光在人群的当中。我们是一根小蜡烛，但是让我们点起来，可以在这个世界里面为主而发光。愿上帝祝福我们，新的一年让我们的光能够照在这个世界，照在我们各个角落的地方，让没有光的地方能够看见光。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话语，让我们知道主你是光，你是照亮世界的，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像你一样成为光，进入世界，在有需要的地方，在黑暗死荫之地有光发现照耀他们，让我们也成为光，进入世界，使人得帮助。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在你里面蒙恩。谢谢牧师的证道，希望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成为光，成为盐。接下来我们请小诗班，我想这是诗班二团来一起为我们来这个献诗神赐喜乐歌，我们请诗班。发现的这一首诗歌是《神是喜乐歌》。那这首诗歌呢，距今已经有600-700年了。15世纪在欧洲，那最早的时候是从英格兰开始啊。那这首诗歌呢，一般在英国是从圣诞节期一直唱到新年，啊，那今天刚好是 deadline， 就是新年的最后的这个时间。那这首诗歌最重要的一个信息呢，就是说，靠着人真的不行，所以我们一定要靠着主。靠着主可以让我们跟主同行，同时内心就会坚强，可以发自内心的喜乐。所以，神是喜乐歌。好。预备。1、2、1、2、3、4。
大家新年快乐！谢谢这小中青哈，不是老中青，是小中青，来这么有民谣风味的这个诗歌，谢谢他们。接下来回应诗歌，我们一起唱《圣殿充满赞美》，在新灵粮诗选第125首，会众请起立。我们一起唱2次。请坐。接下来我们请司线同工到台前来。我们一起低头做奉献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愿我们成为世上的光，世上的盐，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感动身边的朋友，影响我们的家人，让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成为他人的祝福。现在我们献上我们的金钱为主所用，求这一切成就主功，也愿这一切成为祝福。谢谢主，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今天有2位新来到我们当中的姐妹，我们第一位是世荣姐妹，你好，这是师母北卫的朋友。我们台北卫理堂的主任牧师李信正牧师的师母带他的孩子回到我们当中谢谢。第2位是施瑞珠姐妹，施端书，你好，你好。这也是北卫的会友，然后他们一起来到南部的地方跟我们一起聚会一次欢迎，永远欢迎，我们一起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我们唱到第2次，彼此拱手问安。弟兄姐妹请坐。接下来我们来报告教会消息。欢迎今天实体及线上聚会的朋友，愿上帝赐福给你。今天是大年初一，也跟各位弟兄姐妹说一声新年快乐。那如果教会有赠送新春红包袋，欢迎主日后前来领取。今天看到很难得大年初一做私会那看到这么多的弟兄姐妹，昨天又有熬夜守岁的，有放鞭炮的，有收红包跟发红包的，还能够这么坚持来到我们教会来聚会大家回到教会，非常难得。在新春期间，办公室休假暂不开放。那1月28号上班，如果有重要事项的，请用手机联络牧师。再来是疫情升温那请大家注意一下自身的身体健康安全。教会内暂不开放饮食，若有饮食的话，请避开人群。交谈也请戴上口罩。再来是今年是卫理公会第70周年，总会也从1月1号到3月12预备70天的祷告手册，请弟兄姐妹邀请弟兄姐妹为卫理公会设教70周年祷告。那再来是为提升台语的读经能力，蔡牧师将于今年2月份在每周六上午10点举办台语的读经班，为期4周。读经内容是马太福音5章1节到7章29节，欢迎报名，5人以上就会开课了。再来，今年是刚刚牧师有提到，今年是马太年度
目标是成为荣光之家健康教会，期待我们每个人都成为荣光堂健康教会的成员哈。再来是应该是2023年第2学期，卫省推广教育摩西五经已经开始开始报名了。那么2月17号要完成报名及缴费，麻烦大家注意。那授课的老师是蔡慧秋博士，那详细内容已经贴在公布栏哦，那麻烦大家去参阅。再来是教会周四的祷告会，及主日崇拜及线上都有，我们这都有持续都有线上的直播，大家可以利用。那然后奉献的话也是可以用转账的方式。再来是新任的执事在如下请大家参阅。再来是111年度的奉献明信已经确认好了，已经放在各位的奉献袋内了，请大家前往去核对。如果没有问题的话，请签名缴回办公室，好开立收据哦。再来是1月份的执事会记录跟12月的教会收支表已经贴在公布栏，请大家参阅。再来是征求义工，在主日后巡视教会，还有一些就是清洁的部分，然后还有当然教会还有一些每个星期都有同工的需求，那也欢迎就是小组长或是小组员，如果还没有固定服事的，可以跟教会报名。我们也许就是一个季，你可能只需要出勤1次，那大家都把教会当家一样，然后每个人都有一点点的服事工作，这样子看起来就是非常的同工的感觉。好，谢谢。以上就是教会消息，请问牧师还有没有要补充？牧师这边补充几个事情报告哈，就是我们如果上来的时候，应该招待桌那边，我们今天有发给各位一个小的红包袋跟那个红色的口罩，还有我们的周报。那周报大概手上都有。那如果你还没有拿到那个小的红包袋的话，或者是你还没有拿到红色口罩，可以到楼下跟我们的干事跟我们的办公室做联系。他会给你这个今年的我们的元旦的这个新春的礼物。那这个红包袋里面是一张小小的金句卡，但是这一张硬卡是我们特别设计的，我们的一个姐妹她特别设计，然后让教会来使用。那所以这个硬卡上面有金句你可以留着，那也可以给就是你觉得希望要祝福的对象。那是一个硬卡，比较不会这个不会这个流失了哈，不会说随便就丢弃，所以它可以很好保存的所以欢迎大家可以来使用。那需要多要的话，那等我们在下个礼拜的时候，我们发完所有的这个需要发的红包袋以后，我们如果有需要，还可以再向这个办公室这边来联系。那我们的主日崇拜后，我们需要有义工刚刚我们的周报上面，那因为我们的周间我们在平常日的时候，周间我们有这个义工团，他们会在教会里面来看守，因为我们有很多进进出出，每一天都将近有200-300人在教会里面，所以我们有义工团。但是礼拜天反而我们缺乏义工，因为我们很多人大概都回家之后，那需要后面做一些清消的工作，或是需要做一些整理的工作都落在办公室的同工的身上或是落在一些执事同工的身上。所以我们期待弟兄姐妹，如果可以的话如果你愿意能够成为这个主日后的义工能够来帮助，特别现在要清消一些假设如果主日完之后需要做一些酒精的喷洒或者是需要做一些的整理，比如说把旧周报能够再送回办公室这边我们有需要这样的义工，那请弟兄姐妹如果愿意的话，来跟我们的干事跟我们的营如干事来报名好让我们可以在主日后做好的安排这样谢谢。会众请起立，我们唱3-1颂。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真。
牧师祝福。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新春的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感谢你将天上的美好赐给我们，让我们得着这的工作、家庭、生活一切蒙恩。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门颂。阿门，阿门，阿门。请坐。殿乐，在殿乐中，请为今天的肢体消息跟教会事工代祷。